台北捷运当年拢会捡到真侪游客拍家漏的物件，若准讲超过一定的期限无人来领，就会摕去拍卖。台北捷运公司这款的收入估计一年差不多有740万，不过，就有议员质疑讲，这款的做法可能会有争议。台北捷运公司平均每年捡到30万件旅客拍卖物件，内底也有真侪手机啊、甲皮包这贵重物件。为此也必须进行深度管理，因为入库了后提领也要真侪人来管理处理。2020年起开始用加害手骨，也佮有机器来辨识拄准阿爸的所在，减少旅客来领物件等待时间。现行规范拍卖物件对最后招领日超过6个月，也是价值伫500块以下，经过公告甲招领超过16天拢无人认领，就由8节委外来拍卖。有过全年拍卖物件收入达到740万块。我觉得他可以把那个保管的时间放长一点，可以，这也是一个方式，就是让人家还有机会去想起来认领。你摆了3年也没人来领了，有的东西是充公可以用就充公，如果不能用，留着也没用，就是销毁。因为台北市议员案件伊个提出质疑，无人认领就真侪8节收入会有争议。8节讲，依照民法规定，公共场所无人认领，捡到物件爱交予警方。不过捷运列车拍卖物件数量真多，为了予旅客方便，市府伫103年依照行政厅司法规定，委托8节代为处理。依照民法相关规范，超过期限无人来领，又捡到人处理伊所有权也是变卖。市政府依照行政程序法委托我们公司的相关规定，参考政府采购法，以公开招标的方式来做办理。后续我们会参考国内同业拍卖的做法，来评估处理的方式。也来代替甲高铁对着卫生部要相关处理的程序。高铁依照铁路法保管公告1年，超过期限，现金是纳入业外收入，可利用物捐赠也是拍卖，不可利用物品来消费。代替也是保管公告1年，基本看情况进行拍卖、捐赠也是消费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